来台湾看世界，来看美国加州洛杉矶声援着移民的抗议是愈拖愈大条，尤其是国民警卫队进驻洛杉矶了后，民众的情绪是愈来愈激烈。 对抗这个军警，本地是结石头，煞变做放火烧车、甲骑车冲浪。美国的总统川普来呛声，讲抗议的民众若敢对军警不敬，绝对会回击。讲海军陆战队500个成员已经准备好势，只要川普下令，就会进入洛杉矶来部署。 这发帖后，尔说了就喷香蕉水甲催泪瓦斯，抗议民众气甲呢哪骂哪闪。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进前掠过来的无情的移民，引起陆城的抗议。在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派出国民警卫队了后，情势变甲愈来愈紧张。 目前差不多300个穿迷彩服的国民兵到洛城，军众本来是将军队所在地联邦大楼围调的，双方就已经真紧张啊。随着军警弹出催泪弹开始赶人的时，军众怒气升悬，行为嘛开始失控。愤怒民众乌白等物件烧街仔路的车，搁骑奥多摆弄警察，并且呢阻挡公路的交通。军警这是继续拍催泪弹甲闪光弹，洛城的警方搁派出骑马的警察。 街路的场面有够混乱，大动作派兵的川普警告讲，民众若敢动这军警，绝对没有好看。They spit, we hit. And I told them, nobody's going to spit on our police officers. Nobody's going to spit on our military. 川普大将嘅引来更较大的争议，加州的州长纽森就批评讲，联邦政府无经过州长的同意就派兵，严重侵犯着州主权。洛杉矶的市长更加控诉川普政府才是造成洛城混乱的原因。What we're seeing in LA is chaos cau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. People should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protest. That's their First Amendment right. 不过，川普点到讲，加州的州长甲洛城市长应该会失礼，因为因无材料处理麻烦制造者甲叛乱分子。是讲媒体进前问到川普敢会用叛乱法处理洛城的抗议，川普无正面的回应。Are you prepared to invoke the Insurrection Act? Depends on whether or not there's an insurrection. 事实上，这是美国1965年以来头一摆伫州长无请求的情形之下，总统调动国民警卫队执行国内行动。纽森已经正式请求撤销命令，因为川普目前依然还未撤回。同一个时间，美军北方司令部表示讲，有500名海军陆战队已经伫遐待命，只要川普下令，就会部署到洛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